来看政治新闻，国民党整合郭台铭、韩国瑜的进度受到外界关心。根据了解，侯友宜甲党主席朱立伦双方的幕僚进前捌伫内部的会议里修正冤家，彼此互相怪罪对方，讲爱对方负起这个整合的责任。侯友宜的幕僚甚至直接就讲，这朱立伦把答应讲提名了后，会到处理这个郭台铭甲韩国瑜这个整合的问题。啊，是安怎？目前为止，这个侯友宜伊原不多甲这两人见面，这个会议最后是不欢而散。一定会赢得最后的胜利。中调抢着头旗，不哩个侯友宜最近民调无起色，甚至去对手国民党超车。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上新的政党支持度民调，民进党同款维持第一大党的地位，领先民众党2.4个百分点。国民党是排第三大党，支持度20.4%，而且和顶个月比，哪里两党受到性骚扰的影响，民进党落6.5个百分点。新北市市议会风波，国民党支持度嘛伫套落，民众党是加关6.6个百分点。民调高低，我们都会面对所有的困难挑战。那侯友宜的民调无起色，像整合郭台铭、韩国瑜嘛，敢若听了啥尔，传出朱侯幕僚甚至为了这件代志伫咧冤。听讲侯幕僚和朱立伦的幕僚伫咧一场内部会议，侯爷幕僚当场问朱主席把答应提名了后，下斗相共摆拨郭韩整合的问题。先做侯友宜主动联络了后，也是无法度和郭韩两个人见着面。除了对朱立伦无出手协助，整合郭韩无尽心力满腹的怨言。听讲侯爷对国民党立委提名人选嘛有家己的想法，不过朱爷幕僚倒来问立委提名是党主席款照，朱立伦是主席以公了准绳，两边认知无共款，嘛闹甲真无欢喜。完全没有这回事，所有的问题，希望外面不要见缝插针。不分区的立委，我相信主席跟我都有最大的共识。凭空捏造、恶意造谣，我们如果再不出来澄清，就会让很多的这些见缝插针者、很多造谣者再次得逞。朱侯两个人围攻共款，不哩个拿赢内部整合帮着拼，加上民调输甲大底，想要改变这个局面，国民党的脚步向行台加紧速度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